吳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六 E 班嘅周子陽，我係六 E 班嘅吳子晴。今日我哋會同大家分享11月份但而學之久而不妥然扶成。呢句中華經典名句出自彭端淑遺學。呢句話強調持之以恆嘅學習態度，同埋提醒我哋只有通過不斷嘅努力，先至可以達到最終嘅目標。呢個不僅係古人自學嘅精神，更教導我哋做人要有承擔責任嘅態度。喺中華文化中，學習唔單止係個人成長嘅途徑，更係一種修身養性嘅責任。學習嘅道路就好似一場長跑，唔係一時嘅衝刺，而係要一腳一步咁樣堅持走落去。每日嘅努力，或者短時間見唔到明顯嘅成果，但日積月累，將成為你堅實嘅基礎。正所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呢種堅毅與恆心就係成功嘅關鍵。大家一定聽過鑿壁借光呢個故事，主角康衡家境貧困，卻未因此而放棄學習。白天打工，夜裏無燈，佢鑿壁借鄰居楊老太紡線嘅燈光，利用牆縫透出嘅微光嚟讀書。佢嘅努力同埋堅持，正係但而學之久而不妥然最好嘅例子。康衡最終可以成為博學之士，證明咗恆心同從不放棄呢種態度所帶嚟嘅成功。大家又睇下全運會上嘅香港健兒，佢哋每一日持之以恆嘅訓練，無論天氣點樣，自身再攰，受傷患影響都唔放棄，日復一日嘅努力，令佢哋喺賽場上面為香港爭光。呢種不懈追求嘅精神，正係一種責任，對自己夢想嘅責任，對團隊嘅責任，更係對家庭、社會同埋國家嘅責任。各位同學，從古到今都有好多例子係通過但而學之久而不妥然呢一種學習同埋負責任嘅生活態度達至成功。記住喺過程中遇到困難時不氣餒，面對挑戰時不退縮，體現自己負責任同勇於承擔嘅表現。呢個唔單止係實踐但而學之久而不妥然嘅精神，亦都係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嘅表現。多謝大家。